我即马教你，厝里一定有这吧？恁太太有当时会穿裤袜啊，啊若破去了后，咱就无可能去穿这双袜啊，对无？哦，有这足够破的啊，你破都袂用去啊。来，你帮我揪咧。好，吼，像这破去，咱就卖滴，咱就对好的所无破去的所在，咱甲加一节起来。一过落来就好啊。嘿，加一过。再叫做按呢？哦，好，安尼加一节了，来，搁中搁一节。好来。来，哦，这材质好，恁家的袜仔拢买袂歹的吼。哎呀，查某囡仔穿的时阵拢是安尼好。哦，安尼一节了啊，吼，安尼留咧，啊，亲像像你倒无，唔免用水哦。免用水。拢唔免用水，你就安尼甲挤一个，吼，啊甲来，裤尾甲天要开，我甲弄伫内底啊。对，来，穿袜仔。嘿，好，安尼甲扭过。啊，这边用水，这边安怎用？哦，我甲你讲，亲像有当时啊，你若咧写曲的时阵，足烦恼，掉一下头，哇，头毛落落啊！啊，查某囡仔来咧外头脏的时阵，咧整理头毛、切头毛，哦，搁落甲规头骹。啊，是讲猫啊狗迄种的。飞过的时阵、走过的时阵、咧耍的时阵，毛是要落甲规头骹。你若用扫帚扫，搁飞起来，你就用这安尼甲切过，所有的毛都拢点起来，拢吸掉的啊。